我们的方局长跟我们说，警察同仁改变了另外一个方式，那我们改用3对3篮球赛。那咱伫咱的这个第2个有先举办4场的这个初赛，那总共报名有319队，1111个选手来参加。那我们呢，透过选拔之后，其他参加决赛有88队哦，290外的囡仔吼，共同来参与这个盛会。除了感谢咱警察局、咱的这个少年保护我们协会的这个徐理事长，大家的共襄盛举。那今天呢，也要谢谢议长，也带领着我们国家队的选手一起来跟我们的选手加油，做我们的这个宣导。那旁边呢，也够摆料就对预防犯罪的一个这个摊位。那欢迎咱的家长、咱的这个选手，也一起的来这个看看最新的这个一些的犯罪的一个相关的一些预防哦。大家我们一起努力，让美好彰化希望城市一起来实现。来，爸爸来牛了，慢点，我们2来牛了，车里，慢慢打，下去。他跳，加油！方云武是必后新人，高后西场比赛。高山路田中高一，阿力中2到 A 场地准备。吼吼吼吼吼！